事隔多日，我哋再次嚟到呢個寶格麗同款嘅呢個大門口，老粉就一定知道呢個就係中山嘅御神。而家剩翻兩個戶型可以出售，一個咧就153方，另一個咧就179方。咁我哋入去睇睇佢。我哋成個項目佔地咧就33畝嘅，咁啊其中咧嗰個綠化面積特別多，園林面積咧達到咧1.9萬平方米。成個項目咧由7棟樓所組成，咁目前嚟講咧細戶型嗰啲咧基本上就賣晒啦。目前我哋主推咧就5棟同埋6棟咁樣嘅，咁5棟咧剩翻少量單位，最主要咧就6棟179方嘅兩梯兩戶，其實就相當於專梯入戶嘅單位嚟嘅。咁成個樓盤嘅朝向咧就東南嘅，佢能夠最大程度咁樣享受嗰個日光嗰個照射。本身個樓棟嘅設計咧就採用咗錯層嘅方式，咁使到嗰個樓間距咧最長可以到達108米咁樣嘅。成個小區咧一共有10個會所，7棟樓每一棟樓下咧就有1個會所，然後咧就有健身會所同埋泳池會所。中間嗰個位置咧，仲有一個中庭嘅會所喺度，咁啊7+2+1咧，一共有10個會所，能夠滿足唔同人士嘅需要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下沉式會所，佢亦都係2萬平方米嘅園林嘅其中一個組成部分。我哋而家呢個小區咧，一共有10個會所，前面咧就其中一個，呢個咧就係佢個游泳池，10個會所之一，裝修得非常之高端大氣上檔次。而家我哋走響個園林入邊，咁佢嘅園林綠化率咧達到36%左右。大家可以睇睇佢個樓間距咧，因為採用嗰個錯層嘅設計，所以咧樓間距達到大概100米左右，非常之寬闊。每一個樓棟嘅下邊咧，其實都有一個泛會所。一共嚟講咧，我哋呢度咧有10個會所咁多嘅。呢度咧就179方樓下嘅泛會所，咁佢咧就打造成一個私人嘅會客廳。嗱，每一個地方咧，佢嗰個裝修啊、陳設啊，都俾你一種好舒服嘅感覺。咁你可以揀一個屬於你嘅空間喺度，俾人嘅感覺咧都係高端大氣上檔次。咁啊呢邊咧就有一個走廊咁樣啊，成個感覺。如果你個朋友嚟到呢度咧，你會覺得非常之有面子。總裁，歡迎回家。呢度咧就係你36平方嘅貴家庭院，外邊咧就成個石岐總部經濟區，一片生機勃勃嘅情況啦。我哋呢個戶型咧179方，4房4衛嘅，非常之闊落。而家映入我哋眼簾嘅咧就係一個南北對流，非常之通風採光嘅一個咁嘅大廳喺度。呢邊咧就有一個長輩房，佢係一個套房嚟嘅。兩面嘅採光，呢邊全部都係鏡嚟嘅。来帮帮工人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其他都是非常好说的。还是周边的一个环境，还是说小区客廳嘅另外一邊，整埲牆都係嗰個落地玻璃，非常之光猛。呢邊咧就第2個套房。公共嘅衛生間，嗱呢間房咧已經係最細嗰間嚟啦，但係咧亦都唔覺得逼傑。咁啊呢個房咧，女主人肯定好喜歡嘅，因為有2面牆都係巨大嘅衣帽間，有充足嘅採光。3面採光嘅主人房見過未？非常之高大上，出邊咧仲有一個私家嘅露台。嗱，同大家稍微總結一下啦，我哋呢度咧就179方嘅，一共有4房4衛。呢間房最大嘅特點就係咩咧？佢嘅採光咧就特別好，好似我哋呢間主人房為例咧，佢嘅3面都係採光，呢邊採光，呢邊採光，呢邊都係採光。即使你喺一日當中嘅任何時候你唔開燈嘅話咧，佢亦都非常之光猛。咁我哋買屋就買咩啊？買一個通風同埋採光，住得舒服，住得健康啊嘛。所以如果你對我哋中山嘅4代住宅有興趣嘅，歡迎聯繫我，我哋實地去探探佢。